人还在拿课本，应该要在上课前先拿好，对不熊啊？刚刚才拿的有几位？你有记吗？我本来上课才把课本拿出来。你那里没有准时的，老师要记在这边。小绿，等一下我要教，你才能够有小黄才能教一个小绿。来，刚刚有比较慢的举手。或熊一盒，还有像为何？李的切合，稳定。冷气稳定。那个五上。小三，那个五。没有，好。立着，细哦，立着细。24几项啊？没啊，那不是有吗？27几项。没啊，对啊。还有吗？45项。你有吗？你刚刚有比较慢吗？有，好，有就要诚实。这几位5位同学，下次请你们在上课之前课本放桌上，那告我谁？没有啊，我还没有请你翻那个广告纸，请你先不要打开。烟温，你还有什么问题？假烟温，假烟温。4号是不是假烟温？幸运。好，今天上课之前我再讲一次，有人比较慢，所以这几位等一下请你要举手回答问题，我才能帮你取消哦。所以下次请你要准时课本放好。肖老师或高连。导游还有一句话，老师说到3米不同。即刻哦，后面3个字上次老师有补充哦，要么贷款，好，我们念一次哦。我跟那些导游和贷款开始。来，朱红一盒，代表人很貌相，他看起来好像没有很厉害。好，我再念一个，有熊哦，好啦，有熊，大概加分。好，今仔日台湾日语来。好，来，今仔日台湾日语，但即马已经4月啊，马上就会到6月啊。6月是热天还是冬天？软硬对，好，所以这句话是跟软硬有关的，是古台湾软硬。那我们先念一次哦，老师几句。记得袂有啦，老师监理干嘛？来，6月挂彩加5星，开始。跟几遍？6月挂彩加5星。好，老师问啊，拄则老师在念的时阵，哪一个字有闭嘴巴？知道人请举手。好，小绿优先，会破熊。心很好，老师之前跟我讲过，看到 M 就爱。做对是看到 M 就爱。所以这个心，老师写在这里哦，它是 M 结尾，所以要北大规矩。好。我上一号安尼会当先消除。好，所以这部话老师都讲6月是
夏天，它有一种菜很那个大出叫挂菜。挂菜你们有吃过挂菜羹吗？一种汤，它里面会把那个菜加上羹吧。我吃过，哦，这样子。啊，挂菜诶，那个根蛮厚的，它那个叶子哦，就是高高。哎，挂菜就是一种蔬菜，一种青菜。哎，啊，这个青菜呢，它夏天的时候看起来很像很丰盛，但其实中间是空心的，一丢健康哦，所以才会说它给五星。它中间是没有那个很茂密，中间是有点空空，就代表一个人虚有其表不是。这个艺术是在讲一个人看起来好像会很好，比如说前面有一个人一直想说啊，你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？哦，啊，你需不需要我想当你好朋友？感觉就喝嘞，很有礼貌，然后非常好心想要接近你，但他是不是真心想要接近你？你要想想看，好朋友是不是真正的对待，真正的把你当自己。嘿，第二，这种老的挂彩给五星的啦，就代表他今天你不是真的想跟你做朋友，他有可能你是想要见面的 switch， 他可能偷听导致到你有一个 switch， 他就想，嘿，啊我哪个见面就喝，也许他会借我玩，那我要接近他，所以他是不是想跟他做朋友？他是恶意的。哎，一起想要得到一些他的好处哦，他的帮助。好朋帮友，他就会借你。哎，对，所以就像一个人很给五星呐，哦，这个人他不是真的有心哦，是假的哦，给五星，就跟这个菜一样。夏天的时候你去买，哇，好大一颗哦，就回家一洗，哎，中间怎么都空空的，都没哦，那些人赶快。所以进步为行好嘞，好拜。拜。不好哦，哦，如果你被人家讲这句话，代表你就不好哦，代表你就给很假、虚情假意的意思。安尼咱个练一遍，大尾挂彩给五星。大尾挂彩给五星。好，看着 M 就爱闭嘴巴。音五星。啊，你若无嘴巴盖起来，你的嘴开，你是有心，啥物是有心？没有别。若是老师讲，阮妹妹伊有心啊，后个月就要生啊。有心是有怀孕了，有那个小朋友，所以你不能说老为挂彩给有心，挂彩怎么会有小 baby？ 要怀孕，好不？要嘴巴闭起来。好，安尼进步为，请那个两个开心。大尾挂彩给五星。第二代啦，配合。来，请恁家己来家己念。好，有没有闭嘴巴？有，这样子。我家己叫这小绿优先的，适合那来这样。好，很好。这一个几月的月，各位，大尾挂彩。好，再一次见面。很棒，相对好，消除132来。好，有没有闭嘴巴？有，相对消除14喝。相对上尾一个小喝。心，好，你听起来再讲一遍，来开始。好，请坐好，来，请恁全班做伙念开始。大尾挂彩给五星。好，课本背出来，把今仔日的每周一句的心自己，再等一下，旁边自己写上 SIM， 旁边呢哪里的心。按一下就好。好，这下里我来找出挂彩长什么样子给你看看。挂彩，谁在一起？老师其实很少讲挂彩，这个有键盘吗？
好，这现在要不下。那你放我们。时间关系，我只抽3位，好，Q3哦。说什么？风力的名，什么啦？好，来，老中相对不穷，请你现在讲一个号码。啊，无是从你丢，啊，你要讲什么人的号码？一边，啊，你要讲几个？安尼我罢啦。你做票里面有放进去。3个好，啊你来讲出来啦。3个好，什么人？好，右边，真济好，搁甲我听。有公，好，你家己念。好，不能自肥哦，吼，想要自己。31。机会真济好，多谢今仔日的庙公，吼，你知道庙公那个是北庙里面的庙公，会头小。好，收了来，我看卖我们的音标可以来讲了，所以请你先开课本来 A 是啊，是来到最前面，手边头啊。来 A 是啊，开始。A 是啊，啊是一，U 是U，一是 M， 是的一块二，的一块二，一是个 P是个 ，P 是个 M 是个 ，T 是个 T 是个 ，L 是个 L 是个 ，K 是个 K 是个 ，N 是个 G 是个 ，N 是个 ，P S 4 ，P S H 4 ，S H 4 ，J 是4。来，请你免收，请你看头前哦，黑到32课，32页请打开。你可以看黑板，或者是看课本32页来。今仔日咱要来看 G 甲 NG 哦 ，NG 不一样哦 ，G 是跟 NG 跟，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它上面这个注音符号2个都是你听不懂的哦，代表台语有这个发音，但是我们的中文华语有没有这个 G 跟 NG？ 这两个音起，我们平常在讲华语没有办法发得出来，所以有点困难。很多小朋友这2个音都发不出来，好，所以大家在手这一条号码，这个 G 我们来念一次哦 ，G 是歌 ，G 是歌 ，I 是一 ，I 是一，歌一，一歌一，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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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，再来 G 是歌 ，U 是五，歌五，歌五。再来，军是，军是，一是，个 A，个 A，唱个，
NG 你不用翻，好，老师会下一页。好 ，NG 呢哦，来呢啊，呢啊，滚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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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NG 一起，A 呢内才内，内才内，好，不是内才，是呢哦，是呢。老师的呢，舌尖没有往下，是呢，鼻子要用力呢，好 ，NG，好，现在请你翻到第3课，把老师第3课里面课文有 G 跟 NG 的小朋友圈出来。第3课是第几页？我来，记得起来，第3个44页，好，请你拿出铅笔。老师，请你给我找出里面有 G 跟 NG 小朋友这2位的字，帮他打圈起来了，空起来。老师要问看卖，有倒几个字内底有这2个 G 是 NG？ 好，刚有看到啊，内底倒一字内底有唱这个 G 跟 NG 小朋友这2位。有人找到了哦，很好。看见了？2。来，老师要问哦，请和我这几个你知道请举手，说一个就好了。好，请。对不对？汤哦，汤哦，内底哪有汤啊？哦，汤匙的汤哦，哦，没错，汤匙的汤，所以汤 NG 哦，可是 NG 哈，这个放在前面跟后面不太一样哦，它是放在前面还是放在后面？来，请问你，汤是放在？它是在屁股后面还是在比较前面？屁股后面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这2个其实有一点点发音不太一样。如果它放在人家后面是啊，如果老师回 S 是这个物件就啊，老师回这是点会换跟哦，所以特别后边好，再来，还有什么？崩，好，崩一样，它是在人家后面还是前面？后面，所以一样是好，崩，没错，好，还有吗？好，庆雄，在几里？等卡里耶，灯，好，一样是在前面还是后面？后面一样。好，一样是还有吗？那好像，下面有。好，有蛋，恭维贡，好，没错，恭维贡是在人家后面，对不对？好，够了。哪里？内彩内，好，它是在前面还是后面？好，没错，它就跑到前面了。好，都了。说好。这里。嘎哪有 NG 跟 G 呢？我要 G 跟 NG。还有 G 啊，第一个是就有 G 啊，还没有来，跟几笔啊？嘎。同时啊，不是那个学位后面一个。亚的亚，对吧？亚，好，亚是 G 嘛，好，亚。
了？有啊，好，没错。所以请你看黑板，老师让你们找出 NG 在后面的，我再念一次哦。好，所以放在后面，大部分都放 那如果放在前面呢，就是内产好 NG 呢就放在前面。好啊，那这个句式我们再念一次哦，亚丁。都讲举手我无写，你自己分。好，安尼咱来做一点画板第三个，来老师一句。一脚低，两脚低。风吹无趣味，做伙改心仪。就会了牙低。白饭内菜有在理。牙签马甲整齐。你讲是。好，来几个字要注意哦，来白饭。不是白饭，这是白饭。白饭，好，我咧白饭。哦，白饭是动词，你把筷子把所有的饭扫到你的嘴巴里面，就咬的时阵嘛，我要把饭掰入去，白饭，再来这个，像你念一个内菜。如果加肉的。很好，来念一次内吧。再来优仔理。好，随便你，我这边创啥？今仔日下晡咱免上课啊，优仔理。那有加好的无？再来这个筷子举起来叫亚低。那如果老师无亚低，我加这个锤啊，就是这个棒子。那举棒子要不要动？亚锤呀，再几遍？亚锤呀。那如果像有笑，噔的笑，尺，对，尺。通常我们会举东西，就是代表它长一根，所以笑。老师如果说我要举尺，叫做亚，再几遍？亚，好，到这边。那如果后面有一根变歌就是竹竿那个扫那个电管的这个弹啊，变歌再讲架，很好，再是架变歌，今麦老师会来吗？这语词9个你考来，上面呢有9个问题，老师上面是中文，请你帮我想想看台语是什么？第一题，来，一双筷子到哪在？一双筷子下面来惠安雷，很好，那2双筷子地，很好，那卡地，那请问你5双筷子，好地，不卡地，很棒，来10双筷子，10双地，很好，整卡地，那100双筷子地。很好，几百卡的几卡就是它的单位量，几百卡。好，这个写错了，是卡不是双哦。好，再来这一条，很神奇，3个字，很神奇，非常光够。前面有一个副词，很怎么样？来，你出来，看到盖心仪，念是盖心仪。那如果说很漂亮，盖水，虽然就水也是很漂亮，但是老师想要请你用这个盖安状就是很怎么样？比如说盖好食、盖好听、盖水那还有盖什么？盖屁，很好看，那要讲最好。盖水好，还有啊，盖好看对，还有无？对不对？盖安怎？盖烟斗对，你别来写成盖烟斗很帅啦。还有吗？好喝嘞，这个饮料很好喝，很好。盖喝啉，这杯饮料盖喝啉，还有无？
海嘿，咱的千贼盖起海，老千贼盖起海，还有盖好食，什么物件盖好食？营养午餐。哦，汤盖好食，你麦当劳盖好食，哦，啊，搁盖肥，对吧？食了种肥盖肥，哦，好，再来第3题，拿筷子，等你来塞，拿筷子，我才教过2个字哦。你啊，6、7、有蛋，摕滴哦，不是配。那个动词老师说是哥，来你，摕滴唔对，错，你，摕滴唔对，朱红，唔对，好熊，好熊，摕滴啊你，唔对，过来要出来，这是咩？对，呀，老师跟我讲嘛，呀滴呀笑，哦，呀吹呀，再是呀滴。歌呀，好，再来第4题，随便你，3个字，随便你哦，来，因为有人爱来举手的，拢这几个你，好，来念一次，优仔力，6题夹菜就是老师讲嘛，还有夹肉呢，好，来0题，很棒，来内菜，第6题，是不是3个字？边边，很棒，来念一次，西。老师，我说你是不是3年9班的学生？没有错，是3年9班的囡仔，开始。好，啊，如果是要说什么？我是，好，啊，如果不是，我是，很好。第7题。我们一起做什么？一起出去玩，好，一起，那就单单有缘，很好，这会。好，第8题，我们要把饭，老师说把它扒进去练习哦，就想要夹什么哦？来，带你刚有啥你？对不起，北方哦，北方是白饭，对，会啊，北方也不太对。虾条无盖掉，先生，唔对，福雄，唔对，苏红，唔对，苏培，对，北方再是北方，好，再来这里擦，不单单擦自己，虾米会，来，乌金，很棒，那是香曼。好，猪脚表示我要结婚，我没有写了哦。好，翻过去。上个礼拜我们教的快速再来复习是教给西家庭社会聊香嘛，这是香嘛，再来藤西呀，这是藤西呀，第自己念，鬼呀，再来念。
哎呦，拢跟我去看了了。都这样，我们导游第一了。好，来，加一，会当看，敢会当用功呢？老师，你都没有其他的，刚看的当然知道了。会当看。靠什么懂？里面太多障碍物了，是不是？哦，有啦，对呀，好，这小朋友，来，我们练习哦。导游第一呀。什么人的导游第一呀？是因配出来讲，阮专业的导游第一呀。好，再来，老师要摕嘿啦，嘿啦，请问什么人会当甲我摸嘿啦出来呢？请，好，来你，对。文竹，文竹，什么人？方文婷啦，方文婷，你等就是前一摆有一个叫文杰，文杰是恁小妹。好，他有妹妹啊，他有姐姐，他有姐姐。北方大海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来念字，花。OK， 下一位。老师在下面写围呀，围呀，上面写围呀，想看卖哦，透明仪来围呀，好，做做一件汤，爱用围呀来缀起来。来，这个请你念着围呀，透明的围呀，好，你们都嘛，拢会用这，好，下一题，好，出来下一个枪啊，一个好，我把它还，我要把。好，枪啊，在这里，刚插掉哦，来，枪啊，枪啊是啥物？你唔知？我讲教了，伊个袂听来你。来，请你光出枪啊！来，张头发二。哦，对，是啦。来，这里念这是枪啊。什么人的枪啊？好啦，下一题来，我要藤旗呀，藤旗呀，就该在的藤旗呀，来，加连结。藤旗呀，灯神的藤旗呀。有啦，这是什么？拉拉熊的藤旗呀，来念一遍藤旗呀。拉拉熊的藤旗呀。这支阮小妹，我偷拿她的，我妹妹，伊大刚泡牛奶爱用这支，再来下一个老师在这里写，挖东，挖东，挖东哦，来加，我来温丁。
一起，挖沟广流。好，最后一题。B，今天的主角 B 好，来，最后一题我也 Q 江，有举手才有，没有举手就没有。高和，啊，你主角玩安尼换别人。24。3色。用过了。好了，那我直接讲，串出口。好啦，来啦，最后一题，咱吼，这个小弟弟。大弟弟。哦，两卡对，不能做一卡。好，来，先你了一下，两卡滴。这里面有隐藏啊，为什么不敢？上面有隐藏。有圆圈。没啦。好 ，OK， 今天老师是复习上礼拜，今天本来还要用你们的广告单，要做介绍另外一个后一个。老师后礼拜才互你验好啊，今仔时间可能无到吼。煮饭的调味，我们煮饭是不是需要一些调味料？无就无好食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先快速看一下，下礼拜我们再来找。好，来，下面说一点油，这是油。好，第一个沙拉油，土豆油，汤油，橄榄油，丁油。好，所以油有分不啦？就你手界有的人拢有炒橄榄油，对不对？啊，有的人个你手拢用沙拉油，无同款。好，再来下一个醋，这是醋，白醋，乌醋，白醋甲乌醋，乌醋甲白醋，你爱什么醋？拢无啊，因为这酸呢，酸涩少，乌醋。老师特别食大面，我拢会加乌醋入面内底。啊，若是去食葡萄猪鸡，有食过无？葡萄猪鸡嘛是爱加乌醋，对。啊，水饺有当时会再加这白醋，水饺。好，再来后一个豆油，这是豆油。好，那它的哥哥来豆油羹，这是豆油羹。豆油羹跟豆油两个质地不一样，这几个它哥比较浓稠，豆油羹没有错。所以呢，我们通常食肉粽的是用什么？豆油羹。啊，若食水饺，豆油对。好，再来羊，看到 M 是爱好，一个橙，这是这是米粽。好 ，OK， 好，安尼后礼拜这个广告单先放在置物柜，不要带回家哦。大家再会。后礼拜都会用的哦，你那个如果带回家，下一次又忘记带了。来，